怎么說，肚子裡的孩子是我的。你曾經說過，你只付出了一半，而我是全部。你不要忘了，按法律，這是我太太。對，冬眠有可能不會跟我結婚，但是你們那是曾經，而我和冬眠有無數的未來，還有這個肚子裡的寶寶。哎呀，好了，只不過就是做一個產檢而已，何必要這樣呢？麥克，謝謝你來看我。來，慢點兒。行了，博士，你就送到这儿吧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哦，好，还辛苦你跑一趟。没有，还是得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咱们合作也不可能这麼順利。其實我也沒做什麼，就是起了個牽線搭橋的作用。你路上小心，到了農場以後給我發個短信。還有那個我媽那兒，你放心吧，阿姨那兒我有時間一定會多多去照顧的。至於其他的，你也放心吧。我會幫你跟他說清楚的。哦，你都看出來我想要說什麼了。我又不傻，怎麼說咱們倆也算是朋友了吧？啊，是，也沒什麼不好意思的。其實我早就看出來了，你和閃閃不只是朋友的關係。你喜歡他，對嗎？是。女人都是有第六感的，我也能感覺出來，閃閃其實他對你有意思。哎，博士，我說你得大膽點兒，這麼好的姑娘，趕快自己去追求啊！我那什麼？別那個什麼了，過這村口就沒這店了，自己好好爭取吧。啊，走了。哦，對了，阿姨那兒我幫你擺平，加油。噔噔噔噔！這什麼呀？怎麼還照着？想知道嗎？親我一口，我就告訴你。嗯。不親啊？那你求我，求我，我告訴你。偏不，我不看了。哎，老婆，哎呀，那我求你，我求求你，你看一眼唄。好吧。老公，你怎麼把這個買回來了？喜歡嗎？我為什麼要把這個買回來呢？因為我知道，這是我最最親愛的老婆設計的，全球首發，僅此一個。老公，我愛你。哎，老婆，要不然試試這個新沙發的效果怎麼樣？走。我見過各種男人，騷的、色的、同性戀，喜歡搞人的，喜歡被搞的。像你這樣的男人，又喜歡搞人，又喜歡被搞，第一次見。今天的安排還滿意嗎？讓我來。
闪闪079，你说我是不是很怂啊？啊？之前他要成立走婚俱乐部，我是违着心的，我鼓勵他。后来王老师回来了，啊？王老师回来这事儿你知道吧？啊？我又想着要退出，可是现在呢，这走婚俱樂部也不在了，王老師也走了，可是我。干嘛？你也要喝两口啊？啊？这你不能喝，不行。你说我是不是该豁出去一次了？啊？雷珊珊，你现在什么都别说，先听我说。我愿意让你给我画幅裸体画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是认真的。我。你先进来再说吧。墨守成规是永远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来的，所以老师希望你们一定要打开自己的思路，解放自己的思想。请你们记住，在我的課堂上是沒有任何限制、規則，沒有任何底線。一個優秀的藝術家，他在創作的過程中，他的創作的思想是不受任何禁錮、不受任何束縛的。對不能？耶。所以，我不管你們有什麼辦法，我只希望你們在期末考試的時候都能給我交出一幅優秀的作品來。做得到嗎？做得到。聽不見。做得到。OK，下課了。王老師，劉